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一直没跟我说啊？刘小红告诉我，之前的会展中心是要给我们退定金的，结果你姐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就变卦了。这次要不是思雨帮咱们可能连这一关都过不了。所以我猜测，你姐看咱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就想办法弄到咱们现在的文案，提前一步把咱们的场馆都定下来。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这些都是你的假设。你能拿出我姐跟会展中心的电话录音吗？你能证明我姐跟这次预定的私家场馆有关系吗？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团队凝聚力，而不是互相猜疑。那我们总不能任由这个内鬼继续为所欲为下去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姐为了阻挠我会把事做得这么绝。况且这只是你的假设。可是没有可是，这件事就此打住，以后不用再提了。OK？ 行，录了一天，吃点东西吧。叔叔好。来了。印章呢？啊，等一下。我按照你的要求，跟那4个场馆都签订了合同，你看看。不用了，叔叔，我相信你。这里有一些钱，你先拿着用。后面可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忙。好，只要能报复欧长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小哲，你等一下，坐下。叔有一件事儿想问你。你说。你也跟欧长林有仇啊？没有啊。那你这是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吧，叔叔，欧氏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小瑞他功不可没。但是欧长林眼里只有欧阳，他把小瑞当一枚棋子，而且是用完就丢的棋子，只是因为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爱小瑞，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瑞为欧氏打下的天下就这样被欧长林随随便便地交到他那个废物儿子手上。叔叔，当小瑞当上欧氏董事长的那天，我就可以跟他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你也可以跟他父女相认。所以您只需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还有事儿。这个不会被查到吗？万一要是被我爸发现了，就麻烦了。放心吧，这4家公司的底都很干净，就算是欧阳查到我们头上，他也没有证据。我们呢，顶多就是损失这4家场馆的定金费用而已。只要能够阻止欧阳顺利办好这次活动，我觉得花点钱是值得的。哎呀，我差点给忘了，明天小黎叔的新酒店开业，你可千万别忘了去啊！你订几个花哨送过去吧，大点的啊，我就不过去了。小黎叔的酒店开业你都不去，这不太好吧？我现在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儿，大姐啊？我觉得这个内鬼还得查，坚决不能让他为所欲为。打住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看吃东西。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们乐多港万豪酒店经过2年的改造和1年的试运营之后，于今天正式营业。改造之后的房屋面积比之前增加了20%，房屋的所有设备全部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我们酒店现在有2家中餐厅，1家法餐厅，1家西班牙餐厅，还有1家意大利餐厅。今年年底还有2家最顶级的日料餐厅将会进驻到我们酒店。诸位今天品尝到的甜点，就是我们法餐厅的行政总厨，曾经获得过法国蓝带勋章的布鲁诺先生亲自为大家制作，大家一会儿可以尽情品尝。最后，我代表我个人，还有酒店的全体员工，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深切的感谢，谢谢你们。大家请慢用。好吃吗？小黎叔，有道。吃到脸上了，擦擦。谢谢小黎叔。欧阳呢？对啊，欧阳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看到他。欧阳有事他脱不开身，特意派我来的。李总，看来你所谓的最好的哥们儿，对你的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上心了。这么重要的活动都不亲自出席，竟然派一个秘书来。不是，小黎叔，你千万不要误会，欧阳负责的项目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现在正在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寻找应对措施。他真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才不能来的。哦，之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能做出一个多么完美的发布会吗？我可是很期待的，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我有事先走了。小黎叔，你不会生他的气吧？我当然不会生他的气了。这样，你继续在这享受美食，我出去办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好吗？好。小瑞，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和欧阳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有些话呢，作为一个外人来说，本不应该多说。但是我了解欧阳，他有的时候喜欢争强好胜，但内心其实是个孩子。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而且我觉得，对于你们公司的事情，他其实不愿意过多的插手的。李东，我劝你对我们家的事情最好不要妄下定论。你不是我，你不会知道我的感受。走了。场地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准备，每个人都要按照之前所部署的内容去执行。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所以不能有任何差池。场地解决了，解决了。我们选在了哪儿？不会吧？他们如果真的把地点定在万国会议中心，那我想欧阳大概是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这个场地在第1轮备选的时候就已经被淘汰掉了。那又怎么样？目前来看，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你简直就是自暴自弃，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合适，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万国会议中心是今年才落成的项目，内部配套设施还不完善，最重要的是室内还残留着大量的装修气味。本来这个项目是要到明年中旬才能对外开放的，但是投资方为了赶上今年的会议高峰，现在就强行对外开放。不光气味大，通风设备不好，各方面的设施也不完善，就连那个停车场也就只建了一半，而且周边的那个交通也根本就不方便。这个会议中心的位置离市区很远，但是离新机场只有大概15公里左右的直线距离，所以从市区到会议中心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走机场高速。但是会议召开期间正逢本市的旅游旺季，机场高速会非常的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还得再确认一下。场馆本身配套的酒店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而且场馆附近也没有大型跟高端的酒店。咱们这次邀请的都是各省1级的代表，你让他们住在哪儿？好，就算咱们可以让他住在市中心的酒店，那万一在高速路上堵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你到底有没有考虑？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么多了，我目前能考虑的只有周期、成本和活动效果。万国会议中心方面已经给了我明确的肯定，而且他们会提供最好的场馆给我们使用。在价格上，他们还在会优惠20个点，我们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这次展会的布展当中。就是因为存在这么多问题，所以他才会给你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欧阳，之前是你当着那么多领导高层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你要做一个多么完美的发布会，如果搞砸了，你就不会再踏入欧式半步。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不记得吗？林美雅，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很好。时间紧迫，散会。等一下，我想问问你们大家，真的觉得这个场馆没有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场地适合开发布会吗？林美雅适可而止。散会。我走，走。喝点什么吗？不用了。好，那说说吧。欧总，看来小欧总确实要把活动定到万国会议中心，而且他和林美雅刚刚还因为这个事吵了一架。具体定在会议中心的哪块场地？这个小欧总没说。你们都不知道具体是哪块场地，怎么测量和布展？小欧总的意思是先让场地方面提供数据，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进行设计和制作。我知道了，谢谢。还有事吗？欧总，明年集团外派英国的工作，我已经推荐你去了。好，谢谢欧总，谢谢欧总，你先忙，我先走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万国会议中心根本就不合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帮我约4点钟到医院拆支具，
欧阳，你到底怎么了？又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可以再去找其他的场地啊。拆完支具，我会去俱乐部做复健，你可以提前下班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呀。欧阳以前那么看重场地勘察，为什么这次连区域都不让他们知道？可能因为经历过之前的事情，他多少会有些防备吧。你不觉得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吗？先静观其变吧。你还在恢复期，别太用力。林明阳来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刚才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驳你。可是拜托你，能不能再认认真真的考虑考虑？如果发布会真的在那儿举行，那我们之前付出的一切就真的都白费了。欧阳，你能不能认真的再考虑一下？你疯了！我之前答应过你，要帮你把发布会做好，所以我现在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就这样放弃。我知道一个地方，绝对合适。你来干嘛？从你把我困在这儿洗盘子那天开始，你就不是我哥了。哇，这话说的够绝情的，嗯？好吧，那我就以老板的身份表扬一下李薇薇员工，口头点赞一次，好吗？光口头表扬就完了，就没有新包或者新衣服这样的物质奖励吗？哥，哎，我有洁癖的，我都好久没摸过新包、穿过新衣服了。我喜欢的那些牌子全都上新了，我怎么能允许自己还穿上一季的衣服呢？这会知道叫哥哥了？刚才谁那么大义凛然的啊？想买新衣服了？好啊，自己挣钱买呀，把盘子都刷完了，钱就挣到了。有个道理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告诉你，李薇薇，如果你脑子里成天再想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我就让你带着洗一辈子盘子。好吧，看在你最近表现非常好的份上，今天我开个恩，提早1个小时，让你早点下班回去休息。剩下的盘子，我来帮你洗。真的呀？那衣服的事儿呢？继续。没有衣服，刚才是个幻觉。谢谢哥。小梨书新酒店宴会厅的大小，正好符合咱们之前提出的要求。冷餐会可以设在宴会厅门外的草坪上。来宾看完发布会以后，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冷餐会的现场，而且外省的来宾还可以住在小梨书的新酒店。酒店不仅位置好，而且还有充足的停车位。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你觉得呢？不错。真的？那太好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小丽叔，我去跟他谈一下。太迟了，万国会议中心的全款我已经付完了。你把全款付了？没关系，我去想办法，我想办法让他们退回来。实在不行，我就去找思雨，让他再帮我们一次。思雨帮我们一次是情分，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那我就去拜托小丽叔，我让他帮咱们想办法。你们俩关系那么好，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刨去场地、人员、布展、餐饮，已经所剩无几了。私人关系再好，他也是个生意人，我不能这么做。你接受现实吧。我不接受，我现在就去找小丽叔，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炝拌土豆丝儿。我亲自为你下的厨，您老人家是一口都不吃啊？对不起啊，小李叔，我实在是吃不下东西。再大的事情，不要吃饭，自己的身体最重要。OK？ 我求你了，小李叔，你真的别逼我了，我真的吃不下东西。你求我也没有用，菜都炒了，好歹得尝一口。你不尝我不说。我吃。好吃吗？好吃。你吃，你说吧。关于你的请求，你愿不愿意听一下我的建议呢？我想。发布会的现场，你能想到定在我的酒店，难道欧阳他会想不到吗？但是最终，欧阳选择了万国。不管这个发布会是成功还是失败，欧阳都必须要承担这个结果。作为朋友，我尊重他的选择。可是欧阳现在根本承担不了这个结果，有任何差池，他都要以彻底离开欧氏作为代价。我之前答应过他，要帮他把发布会做成做好。我答应过他，要帮他证明他自己。小丽叔，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一次你能不能帮他一回？正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才不能帮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欧阳真的需要我帮助，他为什么不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是他的好兄弟，只要他一个电话，我一定会排除万难，不计成本的去帮他。可是他并没有。这就好比他打拳，明知道最终的结果会输，哪怕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也绝对不会跪地求饶。明白？我不明白，这件事跟打拳有什么关系？我更不明白，欧阳他到底怎么了？他之前还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不是一个弱者，结果一转天，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总觉得欧阳像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样，变得怪怪的。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小黎叔，你去劝劝他，你说了他一定会听。拜托了，小黎叔，你这次你一定要劝劝他，拜托。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为一件事情这么的伤心，这么的着急呢。你喜欢上他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没有，他是我老板，他要失业了，那我不就失业了？而且之前我答应他继续留在欧氏做他的秘书，就是为了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和他没什么。现在我就这么走了，我传出去多丢人啊！真的吗？嗯。那如果是这样，你完全大可不必担心。你失业了，我这欢迎你。
真的。谢谢你，小黎叔。小黎叔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好了，欧阳的事情，我会非常郑重的考虑一下。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说到做到。小黎叔，你最好了，感谢。如果要感谢我，那就把我做的饭吃完了。当然。这个好吃吗？好看。再尝尝这个。王爷爷，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啊？我爸呢？出去了。那他说他去哪儿了吗？不知道。那您吃饭了吗？没。得嘞，那我给您做饭去。吴警官，林先生，哎，来，坐，坐。是不是有消息了？是有消息了，不过啊，人家压根儿就没在国内。那他们在哪儿啊？这个杜小月、杜若楠母女俩啊，去年10月份啊就报了一个泰国7日游旅行团，结果中途2个人就不见了。不见了？是啊，当时失踪的不止他们2个人，还有一个男的叫苏子杰。这个苏子杰呢，户籍所在地啊，跟杜小月、杜若楠母女俩都是一起的，都是同一个辖区的。而且之前绑架您女儿的绑匪也证实了，这个苏子杰和杜若楠是朋友，所以我就怀疑啊，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躲债，直接黑在泰国。哎，那他们是在国外什么城市失踪的呀？曼谷。回家，咱不说话不打拳了吗？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又来这儿了呢？我去看看，我又没说我要上。说好了就看看啊。知道你因为树林的死而难过，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
舒林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爸啊，你找什么呢？这银行卡我放哪儿了？找不着了我。你银行卡不是在相框后面吗？啊？那还是我亲自放的。上回你自己说，你说你怕你记不住密码，把密码写卡上了，然后你自己又担心小偷把卡偷走了，你就藏在后面了。哎呀，这要不是你告诉我啊，我这找一天我都找不着。爸，你找银行卡干嘛呀？嗨，我不就是这想不起来放哪儿了，所以我去找找嘛。哎呀，这人上了岁数可真是不行了。要不这样吧，你把大排档关了，以后我挣钱养家怎么样？哎，那可不行啊，我可不能拖累你。这事我可想好了，我呀干一天算一天，真要是干不动了，我就把这房子留给你，我呀搬到养老院去住。哎，那里有护工医生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再一会儿这些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打打麻将聊聊天，多好啊！一点也不好，我才不会把你送养老院去。这你就是想不通。你看，哎，我跟你说啊，这张卡留给你结婚用的，这张卡留给我去养老院用的啊。你怎么还提养老院？你要再提养老院，我跟你急了。哎，行，不提了。如月，这小雅，你说这个出国他都需要办什么手续啊？啊？李博山那天晚上说的话。怎么了，爸？你想出国啊？怎么了？你老爸我不能出国呀？我这活了这么大半辈子了，我连国都没出过，多冤枉呀！我趁着这推倒秘书的时候，我出国走走啊！哎，对了，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叫来他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爸，你怎么了？啊！恭喜你啊，你终于想明白了。啊！那你想去哪儿啊，爸？我推荐你去欧洲，欧洲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离得特别近，你要出去一趟能玩好几个国家呢。哎，不行，欧洲不行，欧洲那说英语的我听不懂啊。哦，对了，我听咱们那个你刘叔说呀，前段时间他们两口子去了什么东南亚，哎，说挺好玩的，而且离得不远，说那儿华人多，都说的国语，那我要打听个事儿，问个路，吃个什么东西，那我这挺方便，你说是不是啊？啊，行，只要你高兴，你想去哪儿都行，只要你别再把心思跟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你去享受生活，我举双手我赞成。这样吧，这几天呢，我就上网查一查，我做攻略，我联系一个好一点的旅行社，给你做一个行程。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哎，行，好，那我先睡觉去了啊。哎，你也早点睡啊，别老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啊。哎呀，知道了。看桌面上。嗨，哎，朵兰，你回来，怎么4号不上来？
说好了只看不打，你又骗我。你看你身上这些伤，阿姨看你会心疼的。咱以后能不能不打拳了？你这不是打拳，你这是拼命啊！就你开车挣的那点钱，够干嘛的？我开车是挣不了多少钱，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吧？你再这么打下去，没等咱们回国呢，你再死在这儿。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你不是喜欢打我吗？只要你不打黑拳，你天天打我都行，行不行？说正经的啊，我算了算，回头我把车给卖了，再加上咱租房子剩下的押金，买3张机票，应该够了。要回国自己回去。不是，咱不回国，咱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咱飘了都1年了，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能活。回去了，不是坐牢，就被他们打死。我不怕死，坐牢我也坐惯了。那我妈呢？她怎么办？哎，你干嘛去啊？你等会儿。